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2月21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美术馆兴建工程为104年11月开始动工，目前施工的重点是放伫原有的地下停车场结构补强，以及地上建物的主体更个调整。市长赖清德上午特别前往现场，关心施工的进度，要求工程一定要如期，并且坚持品质的完工。正伫兴建当中的台南市美术馆东大馆新建工程，是台南市的重大建设，未来也将成为府城新地标。市长赖清德21号上午特别前往工地关心施工的进度，并且伫现场听取施工单位进行相关的工程报告。的临时支撑系统完成之后，才可以进行我们第2角塔区塔芯以及滑动支撑垫的安装。为104年底动工到即马，原有地下2站停车场结构补强，主要是要承受整建的重量，也增加176支条啊，也有整个空间重新规划设计。现在将要接近完工。伫个地面站的东大馆主体结构工程，全部用钢梁结构建造，目前已经将难度较悬的5角形、喙形的掠立体骨架装饰完成。接下来就是将重点放伫个下面主体结构工程。虽然施工的难度悬，进度有小可落后，市长嘛予施工单位肯定，并且期待会当如期如期完工。我们每一个重大建设，我每个礼拜都要看他们的进度，去看追踪他们的进度，然后有些比较大的，就是每个月看一个进度，必要的话再到现场来看。台南市是文化首都嘛，美术馆是相当相当有文化代表性的重大建设，而且又在我们全国文化古迹密度最深厚的中西区所以它更是指标性的建设，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如此完工。整个美术馆东大馆依照阿对贴的概念搭建，为1楼到5楼每一个空间拢是个别独立无重复，并且加入节能的想法，将电茎做分别的供电。现在整个工程也分做几人的工作面，同时来施工，希望会当赶上工程的进度，甲维持施工的品质，让台南市有一个全新的艺术休闲空间。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国义采访报道。高雄人民总病院台南分院伫顶礼拜发表脱针漏血感测智慧贴片以后，又个发表甲南台科技大学合作研发的温控式洗肾瘘管压力侦测机会增低。这2项发明不但做好西药剂的病患，并且佮登上国际舞台，成为台湾的医界之光。大部分西药剂的病患是采用血液透析治疗，在治疗结束以后，护理人员会将针拔掉，采用加压止血。不过，若是上出力，有可能会造成洗肾瘘管的损害。若是无够大力，佫会无法度达到机会效果。因此，透过这项温控式洗肾瘘管压力侦测止血装置，将会当加速机会的效果。发明这个主要是针对洗肾病人他在洗完肾之后。拔针以后的一些止血的一个帮忙那我们可以看到，当病人洗完肾之后，把针拔掉之后，我们就把这个止血带的装置把它装好。那这是一个松紧带的装置那我们里面有内建一个压力的数值。那这松紧带假设我们输到一个适当的压力，这个侦测器上面的萤幕会秀一个 OK， 表示这个压力是可以的。然后这个设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按键可以设它的时间，就是说一般止血时间大概5到10分钟嘛，我们就可以设，假设这病人可能止血的这个能力稍微差一点，我们可以设长一点。那如果止血能力还不错，可以按照一般的时间设定就可以了。
但是设定的好处在于说，这个时间到以后，它就会叫的话，就会提醒病人把这个止血带拿掉。这项装置是由病院甲南大科技大学电机系合作，用半天的时间研发出来，而且甲正经发表的脱针漏血侦测装置。做会参加台湾发明商品促进协会、甲世界发明智慧财产联名总会共同筹办的2016高雄 KIDE 国际发明设计展，得到金牌的荣誉。对此，院长王志龙除了表达高度肯定，也期盼院内的医师努力创新。借着这样的发明奖呢，我们不是在炫耀什么，而是在鼓励一些在中小型医院服务工作的同仁，你照样能够发挥你的创意，发挥你的爱心，能够帮病人多设想一些好的东西、好的发明。特别是这个的发明那么是对于洗肾率这么高的台湾，那么是非常具有特别的意义的。怎么让洗肾的病人得到最好的医疗照护？对此，高雄移民总病院台南分院心脏科主任吴明瑞表示，未来将会甲温控式洗肾瘘管压力侦测止血装置、甲脱针漏血侦测装置结合做伙，设计更加方便使用，来做好西药剂的病患。台新闻加上林根采访报道。现代人敢若困眠障碍方面的疾病，就高达80外种。再加上伫个大台南地区，若是要做相关的检查，拢要等真久。所以，成大病院的困眠中心经过半冬试验运，上午正式挂牌，希望透过中心专业的仪器检查，真正找出患者困眠障碍原因，才会当对症下药。经过半冬的试验运，成大病院将健康检查中心暗时无使用的6个病床空出来，作为困眠医学中心的检测使用。因为根据了解，目前台南地区只有3间病院通好检查，不过因为有失眠、高迷茫，甚至困一半暂时停止喘气的人愈来愈多，想要检查拢至少要等3个月。所以成大病院困眠中心的成立，将成为相关患者的一大福音。包括比如说现在最常见，大家最在乎的就是一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部分，还有夜间的一个行为的异常，比如说他有可能会一些手舞足蹈，尤其是一些银发族，他可能会吃了很多一些药物，可是他怎么半夜有时候做梦手脚会有一些行为异常这样，那这些我们是可以协助检测。那还有就是说白天的部分，就是有一些青少年他可能就是一直嗜睡，然后有一些猝睡症的问题。那过去可能爸爸妈妈都以为说他是不是玩手机啊很晚睡，实际上他有时候是一个睡眠的障碍，造成他白天一直精神不是很好。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睡眠医学中心也是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为了确定是什么原因造成失眠等困眠障碍，成大困眠中心率先配备了无线传输的仪器，加减轻压力的专业眠床。患者不管是耳鼻喉科、精神科，或者是家科等等，经过门诊预约，得当来这困一暝进行检查，找出真正原因。我们目前来讲，就是可以挂耳鼻喉科、胸腔内科、心脏内科，或者是精神科这些科，比如家庭医学科。那这些意思，你只要跟他主诉说你的睡眠问题可能怀疑有疑似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会严重打呼，那半夜的时候被自己口水呛醒，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来做这个检查。那做这样的检查，大概原则上是晚上9点来，隔天早上6点回家。那要在医院里面待超过1个晚上，我们才有办法去给他找出他可能的一些夜间的睡眠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根据了解，美国参照这款的自费检查，一摆大概6000块美金，不过咱可是由健保来给付，真正福气。当然，就希望提醒患者困得好，才有好健康。台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最近，本嘉南地区 PM2.5的浓度时常拢超标，空气品质不良。环保团体也批评空气污染严重，南部人每一天拢在吸毒气。所以，议会国民党团下晡特别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要随时监控检测，提出改善的办法。针对台南空气污染的问题，议会国民党团下晡邀集环保局、卫生局召开记者会进行探讨。国民党团表示，过去提倡的户外运动，甲近年来流行的马拉松，
在现在空气无好的现象之下，对人体更加是一种伤害。强调台南既然要成为低碳城市，那安尼就应该提出因应对策，也就是将伊列入行政项目当中。你们以为早上出来以前我做囡仔，拢刚刚讲出门这雾，这应该是雾啦，结果今摆这不是雾，是雾霾，是 PM2.5的雾霾。所以以前的人认为说开窗户在户外运动是健康的，现在是 no， 现在是不健康的，是不是应该？人家大陆那里，假如说它的 PM2.5高达多少，必须所有的工厂都要停掉，那一天就不能上，包括学校都不能上课。可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空气品质为什么变成这样子？我们今天要提示的是说，这个空污的参射广面真的是非常广，真的要做到整个我们的天空全国性能够说这个污染源能够真的是净空的话是相当的困难了哈。当然我们是说希望我们行政单位在这个方面的检测上随时能够随机应变，而且随时能够掌握不只是说在台南市在整个其他的县市借这个机会我们本地的环保局相关的这些在工业区这些的一个污染可能会制造的来源比较大的地方，是不是请我们环保局能够多加以留意。环保局回应 PM2.5 污染来源有3城市来自台南市的工厂移动污染源，也即是因健康低。工厂方面包括要求爱提升污染防治设备，增加污染检测项目。而移动污染源的重点，即是管制高污染的柴油车，补助汰换老旧的机车等等。另外，也针对大型的因健康低，运用无人飞机进行高空检测。伫103年到105年空气品质数据的比较，改善率是达到13.6%。但是，们加上林根采访报道。市府表扬105年独特科学节优的病院甲居家护理所特别举办表扬典礼，由市长赖清德亲身颁发奖杯，感谢这医护人员为提升医护品质所付出的努力。台南市105年度有26间病院以及23间居家护理所参加独特科学，5间病院参加激动症医疗品质独特科学，总共有7间病院得到病院独特科学总评等的优等，其中3间病院得到激动症医疗品质的节优，5间居家护理所得到节优。为了鼓励这用心的医疗机构，市府特别举行颁奖典礼来表扬因的努力。政府一定会根据法律的要求，设定一寡奖，来考核每间病院，也是护理之家等等，目的是要保障市民医疗的品质但是背后，像我们今天颁奖，其实背后的最大意义就是要感谢大家刚刚这个陈局长讲的无论是登革热也是更多的流行性感冒疫苗，或者是台南市碰到各种事情的时候，其实医院都站在第一个，连地震都不例外连地震的时候都不例外非常感谢。那但是呢，我们也有成果啦，经由大家的努力，我们也有丰硕的成果政府根据法律设立考评奖项，除了是为了感谢医护单位的用心以外，上界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会当保障市民医疗的品质，确保民众的健康。台南新闻张伟忠、郭博义采访报道。真心休困节马上带来新闻一条。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由5星级饭店所主办第40站冠楼的比赛已经进入第3档，去英国内外歌手参加自我挑战，而且今年阁邀请到超级马拉松的战将林义杰担任代言人，希望鼓励更较侪人投入比赛。同时，主办单位嘛要将报名数值扣除支出以后，转送关乎台南家护中心来做爱心。以公益为活动重点的40站闭关比赛，过去2档每一场拢起将成为来自国内外参赛者高度竞争，除了试验家己的体能甲耐力，来当做爱心。而今年第3届主办单位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大饭店特别邀请超级马拉松战将林义杰出面代言，嘛希望吸引更较侪人4月23号透过运动做回来参与。登高赛也没有什么。是说技巧与不技巧，因为它毕竟就是它的肌耐力还是要比较好一点啊，不然，如果你跑到大概20几楼以后，我相信你的乳酸堆积会非常的痛苦哦。事实上，这跟工作一样哦。但是到了顶点之后，我相信又是一个不同的人生了。我之前有挑战过70几楼的，对。另外，根据主办单位表示，前2届扣除活动支出的成本，捐款已经超过76万元。今年渴望累积破100万的爱心，要来捐予台南家护中心。第1届跟第2届，我们已经累计捐赠了76万元于需要帮助的家庭以及小朋友。那第3届，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达到破100万的一个捐款，直接帮助他们。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机会，那在运动的同时，也可以响应一个公益的活动，给许多的人一份爱心。欢迎大家一同4月23挑战台南至高地标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为了号召更较侪人来响应，记者会中包括市府观光旅游局长以及历前赞助企业拢到场见证，嘛鼓励自我挑战，为社会带来正面的力量。台新闻军及何超邦采访报道。2017台南艺术节将在3月4号到5月21号登场。今年不但扩大主题节目的场次甲规模，佮继续邀请世界各国的艺术家来合作。甚至佮邀请到美声天后莎拉布莱曼来到台南演出。迈入第6届的台南艺术节，这次将有45位表演团队进行108场的演出。其中文化局家己制作的节目，这摆特别增加到6个，规模是更加提升。而3月4号开幕，将再次邀请法国艺术团队进行采歌活动。另外，第3月11号，佮特别邀请到美声天后莎拉布莱曼到台南开唱，非常难得。台南艺术节进入第6届，从2012年开始，我们就以3大主轴，也就是国际经典、台湾精湛以及城市舞台3个主轴来打造台南独特风格的一个艺术节。那么我们这次特别邀请到法国的一个团队，那他们透过打击乐以及大型的玩偶，做一个户外的大型的一个踩街的一个艺术节的一个序幕的演出。那这个法国表演特快车在欧美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知名。那去年我们在街头用一个与民众共同参与的这种方式来做艺术节开幕，获得非常大的好评。所以我们在3月4号同样邀请了这一个国际的团队来跟民众一起透过音乐、戏剧、踩街的方式来揭开今年台南艺术节的一个序幕。市长赖清德强调，将台南的场地甲文化结合做伙所呈现的艺术表演，是别个城市无法度模仿的。期待未来伫台南两个体设备拢建制完成以后，会当朝向艺术指导的目标迈进。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一方面提高台南市的能见度，另外一方面能够提供国际台湾我们台南艺术交流的平台。那第3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提供给我们台南市文化首都一流的市民非常棒的表演可以供他们欣赏。除了表演的团队越来越多以外，我们自制的节目也越来越多，然后呢，也表演的场地也越来越多元，将台南的场地、台南的文化元素都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让大家觉得说，台南艺术节的确是属于台南独一无二的艺术节啊。秉持着艺术向下扎根的理念，今年的庆祝节目也增加不少，有戏红啊表演，也有音乐会，甚至台南人剧团佮首次为儿童打造现场演出，欢迎大小朋友做伙来参与。但新闻站山明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推动好的教育展现成果，行政院甲教育部国民教育署、台积电的志工社顶一家人，上午前来台南观摩成功的案例，希望借着台南的经验，将好的教育顺利推展到全国。由青山国小学生演出《我家》这出充满好的情节的戏剧，将有效结合表演艺术，用轻松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有效的重要。也展现出台南市长期以来推动好德的成果。很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可以从小、从家庭、从学校扎根的话，我相信这个社会会更有温暖哈，会更有人情味哈。那所以呢，其实我们长久以来，其实孝道教育在我们学校里面都配合着各个节庆的活动哈，有在推展哈。教育局以爱良知表达为主题，引导台南市各间学校对课程的教学、社区服务、艺文活动等无同款的面向，推动好德教育，成果良好。未来也要借由这款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新闻最后，咱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云底将全好的天气，温度19度到27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加总风是8级。感谢你收看2月2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陈美泉，咱再会。